什么能让我真实一点？情绪后面有不能控制的消息，只要关上门，我面对谁？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，手机让它休息一眼。那下街的街头，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10天。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倒数点了，寂寞凉了。生日